迷你倉大火之中，殉職嘅第二位消防員37歲嘅消防隊目許志傑，留低咗太太同埋7歲大嘅仔。有大批市民去到佢隸屬嘅觀塘消防局簽弔唁冊。活動原定喺夜晚嘅9點鐘結束，但係9點幾仍然有市民趕到嚟表達心意。有人自製紀念卡同埋送上鮮花，感謝許志傑嘅付出。除咗觀塘消防局，消防處亦都喺將軍澳消防學院設弔唁冊，悼念許志傑同埋殉職嘅高級消防隊長張堯聲。詳情由聶佩琳報導。連續第3日，將軍澳消防學院下半旗致哀，室內擺放咗弔唁冊，朝9晚9開放，一句句永遠懷念同多謝你，向張堯聲同許志傑致意。我以前都係入過無數咁多次火場同埋災場所以都係感同身受咁樣而去覺得佢哋好可惜咁樣犧牲。做緊嘢㗎下邊，特登上嚟嘅啫，唔係好辛苦啫，上嚟呢條路值得嘅。佢咁辛苦都做到啦，即係從事救人工作，呢啲就係英雄。許志傑隸屬嘅觀塘消防局嚟悼念嘅人要排隊，以文字同鮮花送上最後祝福，永遠懷念佢哋咯。咁希望佢哋屋企人將來會好好過佢哋嘅生活咯。有人就去到最近火場嘅地方為消防員打氣。大家好嘛，大家嘛，好你努力。呢個最黑暗嘅火場，反照出2位消防員捨身救火嘅情操。星期4殉職嘅許志傑，98年加入消防，生前駐守觀塘消防局，上個月啱升做隊目，同僚都叫佢做傑仔。佢留低咗太太同一個7歲大嘅仔，同佢共事過3年，做過佢上司嘅羅 Sir， 讚傑仔工作認真，重視家庭。亦都好多同事真係愛戴嘅。對於新嘅出班同事呢，佢又好溫去教導嘅，對家庭、對自己、對同事係非常一個樂觀而係開心嘅人。許志傑被派去迷你倉救火當日，臨出發，佢上載咗呢幅相，許下帶兄弟齊整返局呢個心願，可惜最後差咗一個。有線電視記者聶佩琳報道。